台北市提出邀请减少工时计划，这劳工的户口爱伫咧台北市上班的公司也爱伫咧台北，企业配合袂当减少薪水，家长听好延后1点钟上班，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，引起正能的讨论。台北市的产业总工会是提醒讲，要有完整的配套方案，袂当安尼先做来造成工课量分配无平均，或者是引起独身的人起怨度，造成对立。评会接会所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晚表示，药理减少工时计划，鼓励企业参加有偿药理。3月初1就要开始试办，真侪人打电话来起货问。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户籍要是在台北市，而且要有12岁以下的小孩子。药理减少工时计划，厝内留12岁以下囡仔的家长，设置伫台北市上班的公司也登记伫台北市。只要企业无减薪水，或劳工会当晚1点钟上班，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。每一间事业单位相关补助值班，企业爱家己申请。只要登记在台北市的企业，不限产业都可以申请。希望让上班族的爸妈可以更有育儿弹性。这边台北市政府有算这个那边550万，不过台北有18万间公司，算起来这个那会当补助55间。对此，劳动局长王秋东讲，会当动用第2有备金。即马大家也伫咧看讲其他县市是毋是会第一做？台南市讲袂，新北市讲爱评估在源，高雄讲爱有配套。育儿的友善环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环境的照顾。那至于所有的项目，我们也要视我们的财源状况，做好整体的评估。蒋市长在财政收支划分法通过之后，拿到大笔现金，我相信他后面还有后招，可能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想法。台南市我们还需要审慎评估。对高雄来说，我们的制造业非常的多，那也有非常多的企业是3班制。台北市产业总工会讲，若是无配套方案，究竟会造成无结婚、无生囡仔的人工作量会增加，造成办公室对立，也有家长担心会影响考照申请，唔敢申请，看会到接袂到。目前他可能没有这个亲自接送子女的这样的劳工来讲，他要如何达到跟别的同仁这个比较上面的公平性？我觉得这个会是在友善职场的这个文化，怎么让大家能够共同接受？雇主可以在整个职场里面去重申，就是在这个应该说整个企业文化里面，我们就是支持家庭，也支持员工。劳动局讲，这个政策是鼓励性质，并无强制性。不过，劳工若拄到歧视，也是会当减固申诉。吴翠英讲，企业若是重视员工，就应该做这边机会培养优秀的育儿职场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